来到勾勾公哈巴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我发现啊，现在南投啊又多了一种新玩法，那就是呢做飞行伞哦。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哦。而且啊，教练也说了，到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南投的好风光，而且很多游客觉得很棒的是，还可以体验飞翔的感觉哦。而说到了飞翔的飞，就是鼻，鼻就是飞哦，只是要玩飞行伞，有很多地方要注意，包括了飞行伞虽然没有机翼，但是一样得要留意风向的变化以及如何操作。而机翼就是给翼就是机翼了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听从教练的指示，这样才可以玩得安全，然后又尽兴。教练有告诉我喽，其实呢，他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南投一起来感受一下南投的好山好水。而说到了欢迎，就是欢养。欢养就是欢迎哦。那么今天呢，就要教给大家这一整句话是：玩飞行伞要注意安全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告别行杂，要注意安全。告别行杂，要注意安全。今天勾勾公哈巴呢，就带你一块来体验飞翔的感觉。Hello， 怡姐、敏华大家好，欢迎来普里钓飞行伞。我爱比乐，我爱比乐。飞行伞耶！虽然没有给翼，这样子比啊，真的好过瘾哦！欢养太嘎，加加来 go！ 搭这个飞行伞啊，真的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俯瞰南投美景哎。而且我觉得啊，除了可以看美景之外啊，最重要的是呢，可以体验飞翔的感觉哦。对呀，这飞翔就是鼻哦。飞就是鼻了，没错。那刚刚也提到了，飞行伞呢虽然是没有机翼，不过还是可以体验飞行。而说到了机翼，就是给翼就是机翼哦。当然呢，来南投玩，南投人都是非常的欢迎大家的。欢迎就是欢养。欢养就是欢迎了。今天最后帮你复习的这一整句话就是玩飞行伞要注意安全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告别行杂，要注意安全。告别行杂，要注意安全。今天勾勾公哈巴呢，就带你用另类的方式来饱览南投风光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